来看国民健康署已经收到12间厂商申请加热粉上市进前的审查，目前是有3间嘛已经在实质审查的阶段咯。国民健康署是强调讲，尊重审查委员的意见，因无立场。民间团体指出讲，加热粉伫美国要上市进前是经过适当的审查，所以呼吁台湾都要严格来把关。 响应今年世界无分日主题是保护囡仔避免分享干扰，国健署举办戒粉比赛，鼓励民众戒粉。对于成型粉品，国健署强调科学证实，所有形式的薰草拢有害健康。电子粉甲加热粉也对戒粉无帮助。目前，咱国有关禁止电子粉甲无经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粉。对已经有3间业者加热粉进入实质审查，也会照流程由审查小组监督。任何一个对民众权益相关的一些法案来讲，他希望能够拿到半年的能够有一个结果。那另外说，如果半年没有结果，可以延长半年。把传出评估结果可能伫10月出来，国健署回应，因为有厂商资料提供的资料无齐全，也系个保件无有设时定，意思提醒，新型粉品的伤害并无输传统的粉品。 食粉的人，若并用几种的薰草产品，恐惊对尼古丁的瓦克性更加悬，也大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。心脏血管，第二个是有很多的癌症哦，还不是只有肺癌、大肠癌，其他癌都会。那还有很多肺功能的损伤。电子烟加热烟是烟草公司让下一代继续对尼古丁成一个最重要的。 我想是最重要的一个武器，所以呢，我们政府应该要确实的一个把关。民间团体发声，美国加热粉伫就市进前也经过4年的审查，呼吁政府监督要更加严格。另外，避免分享以减害来包装新型粉品，也要求卫福部应该要评估禁止加味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